來看高雄輕鐵愛河支線站，昨暗晡有民眾食酒駛入去，弄到石墩，車磚掉佇咧鐵軌路。輕鐵這邊是降級運轉，部分車站正向載人，來確保營運有正常。也一個食酒閣賽車的警方是甲伊移送法辦。車尾埔的一路要倒發大順一路，暗晡大轉發都袂叮當，因為駕駛將車駛入軌道區。事故發生在17暗時9點半，車卡佇高雄輕鐵愛河支線站的順行月台軌道區，警方趕緊聯絡拖吊業者來協助。跑到那個輕軌上面去了，是整輛車。事發當時，高雄輕軌採取降級運轉的措施，全線營運未中斷。後續受困車輛在22點49分排除，全線於22點52分恢復正常營運。輕鐵擴站了後，乘客落車，部分車站用急行月台來載客，確保營運袂斷去。肇事的姓黃查甫人經過警方偵測，發現超標，涉犯刑法過失妨害酒車行駛安全罪甲公共危險罪，移送檢方偵辦。王男駕車違反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》第35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最高可處新台幣12萬元罰鍰。違反《大眾運輸法》第50條第3款規定，最高可處新台幣7500元罰鍰。靠邊的，就是他有一點蛇行的狀況，對不對？就是會教小朋友在上學路上一定要去分辨。現場10倍，抑個人看到一寡事故的痕跡，好在無人員傷亡。因為破壞甲大順路口本來車途多，加上有輕鐵的站點，警方甲高鐵公司提醒向路人唔通食酒賽車，轉彎時陣也會檢查各注意燈號，也有路口進入的方向，確保安全。記者綜合報道。